时嘅事情。阿妹，最近我弄来的客家饭，好嘅清好呢。哦，我冇嘢按车啊。你看乡村会送情商大天发楼电视节，俺就来常常会带动山上给你聊。哦，我那也没按voi。阿妹讲该清欢喜呢。原先唔咩按voi，古时候呢阿妹老也就讲哈，也就好爱客家饭就请快乐哈。人家说起呢，爱用起他请快乐哈，我就从今尾开始哈，要当日就来好客家饭好嘛？好。可能无三上咯。系啊，俺哋老爸嘅土地做啊，一个好巴当嗰啲水年头，又本嘅像竹尾巴的，俗称莫拉斯。啊，俺哋去官府告起好啦。唔好啦，你无通落苦人讲，官司好打，就是好审嘞。唉，莫讲大嘴久嘞，还要上门讲天好啦。你老家来了哦。哎呀，隔壁连沙大家都係好朋友咩？按照就嚟拜拜講，聽唔聽佢爸講過比你溜沙？阿兄講。阿兄。爸講吹送明午吹下，原本你準備憲法通過，誠心拜請爸講兩書，祈求爸講保庇風調雨順，五谷豐收，祝我永相你永遠火海。用饭上爱建设前提爱办，难看就无按简单，自家都在老孝子，迄本是知道，还有好恼哦。姐姐啊，姐姐。你爸亲来呢，但可以夹夹转去，无买本去卡出条。嘿，你看到你做乜嘅？姐姐讲诶，要做聊聊子，总想要管人自家生活，唔是妄想。了了噶，如果乜啥家不是关所上课。今年我根本你太家来讲清楚，我在马啥卡如果，这水迄天讲落下来嘅，太家有分怎么嘅做事情，唔看哪样嘅。开玩笑，只叫向日头，总会前水门嘞，此言就为领导好福，唔叫嗰片新鲜嘅土地，唔够长春年年数神好。就应该刚唱那鸦片体系，如果会飞嘅。喂，你有只死老鼠，专门挑你，用把熊大黑毛。好啊，爱得嚟就係講你睇我。好，睇下佢隔壁連手好人㗎。死模樣嘅，愛見人我就送你去。好啊，來嘅高興嘅，來兩嘅高興手。哎呀！救命！自家飯店吃人哦！明菜哥，黑奶害你嘅，你這奶來陪你。姐姐，唔用按咯，唔不要來一家弄一家，愛用辦公室啊。都在發生乜嘅事情？來看看來。哦，那種啥事強下咧？來，走。冇事情，來。都真有樣，請坐啊，慢慢救命！來，救命！好嘞，還有跳戲啦，哈，還有跳戲，來，用嘅拿過來。哦，好嘞，用得好嘞。哎呀，哪個跟跳戲咧？哎呀，那個跳來就沒變快了，明菜哥你不難。太家旁來嘅天嘛，除了六上癮，冇三個演呢，看跳上癮愛唔愛，應該演家變全家長好啊。只為個新官咧，平花天空，愛乜嘢都冇愛計較咧。係啊。愛就愛永久火海，分享水之眼，形容真標準，只有戀愛來結婚，做成貴子兩三後，你有
感谢各位评审先生，感谢各位来宾，上来了。昨去两三日天天，有嘛介好准备咯？阿母，这迄七个做个集中，看两我迄份阿贤本3,000元啊。开始按麻烦，有电到这架说就好咧。哦，呀，若几条路网的啊，就爱等你照顾了。冇问题，俺两三岁好零三，俺爸都会干嘛个经验吹薄。哎呦，俺哪有嘛个经营财宝呢？叫阿贤出个出国师，就从其他一个本样，俺唔会赚钱，更唔系经验吹薄，系嘛个？哈哈哈哈！哦，这条路网的啊，假使来老记管好些来哦，无时会下去请教嘛哦。你会请孙呢来了点到冒险的路网的，你爸到转来出国做工厂买年酒啊！哈哈哈哈！大作就来出门，哦，遇到海岸做，啊，就头那边所以较好诶，伫咧条啊，总归转来。阿爸，你的按钮了没？阿爸，哦，你条转来了。阿爸，你睡觉吗？哦，来条下去洗碗面嘞。按掉送了当去。阿爸，你喺你爱吃个早茶比，阿贤你喺按两十个饭包诶。哎呦，哦，也是集中泡菜、落屁管。哦，来抢嘞！水电点好啊，汤虫、正条、皮骨都片片。啊，那圆圆的碰撞啊，来水唔关，有硬书办嘅无？你也拿起来好嘞，哼，50包。哦，成功嘞！哦，来助贼哦！锵锵锵锵锵锵锵！阿爸，按做风了。哎呦，喊你水猛啊！阿爸，石腿无漂用的，漂了条油，青豆好买，青片。天空有劲，应用葱油。阿公按错。哎呀，识贼哦！哦。阿公按枪哦，悠悠抢菜，悠悠扭，海外做事是到别条。阿珍，你好色，阿公
种个菜，这阳台就做来种嘞。你喊出来种好无？好啊，阿公去演来。来。阿仔，出来，帮我来鬼屋间配到阿豆豆。哎呦，走嘛，仔，开山爬山，阿爸喊你来呢。转到外厝我变毛巾，让你七早八早吵醒你。鬼屋间配到哪一个滚掉干啥啦？无相关，无相关，双双来就好。啊，哇，我爱你转嘞，转去顺天了，这条路网的呀，要要上烟来啊。阿爸，爱弟也是子，人讲啊，爷娘相子是冲江水，子相爷娘无计斩断肠。讲，阮爱两公婆时间，也一定会好你。公婆爱做一生人家，公婆上下，哦，公婆上好，万万年，子孙胎胎延。哦，公婆上好万万年，子孙胎胎年。睇出嚟叫佢啊，家女。太铁土，又一只 sale， 用伊叫集团体的，然后啊，每重山买压落的，吹歌啊。我爱打球，我爱打球。哎，我上面嘅相係啊，你會講古喎？你係乜人？我係二嘅師傅嗎？我爸爸媽媽咧。你啊，爸爸媽媽。你啊，爸爸媽媽已經過世嘞。爸爸，媽媽，你叫我。你叫個醫生幾體嘞？叫太太，我叫我又買大人去，我也買。
跳迄个妹啦，个妹跳歌啊，咪是学跳舞嘅，不过因为查某结局咪是集团体的。爸爸，都是俺们老祖通用，上讲是提卡刺眼，哥兄弟老爱关系第三门，有老爱打开老爱一个重门，俺也好帮他发出。係啦係啦，只愛你面向一條，然而就到後背去咧，後生嘅，我個煙攤咧。比俺当家，俺做的，一听比俺他听，好，来趟一再见，别向一头，让俺出到后背去嘞。面向一條，讓人出到後背去咧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！将来有某人回拿大饭两三年，你讲哪个？按样就发开，还冇两哦。我辛苦中开发，很成功。大家可以跳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我个人的叽叽嘎嘎，吵到锣鼓正开。你太监是可爱，爱之人，呀太忙啊，准做看啦。哦，一下有hình để thể，一下橋通thể，實在哦，愛哦，個人的獨家，哈拉不咯。當時那個事情，有意願講，愛去有意願做，起碼要得人鬧咯。咁輕啊！就係你，唔輕啊！冇係嘛你？爸妹，我老唔講，原本開始，唔講翻去夾散雞巴，散機出好，錯咗散雞巴，哪散機哦？唔講翻去夾槍、搶排泄、排泄，暗自泄，暗自泄，愛點麼？買飯貨，買飯貨。請問你要多幾句？用家啥？從夢而買嗌嘅飯貨呢？真係一定會本來吧，公司股。請問是小李，乃係太上個的，乃老唔聽數買飯貨。買飯貨，買飯貨。請大家向下老弟聽數買飯貨好冇？買飯貨，買飯貨。很強哦，陳買睇咧，什麼你？乃中愛什麼你本來聽數嘅幾飛，上來了。請問你要高給路係嗎？我做夢啊，茶要攏攏過，還得你講咯。請你唔是講，愛通你高給路。什麼你？乃中愛什麼你本來聽數嘅幾飛，上來來了。了。係細呢，上拜，他是愛嘅吧，也條把會送本你。什麼你？愛咩送本你？愛清楚中介吧。當叫夢人來跳愛咧，一隻鬼夢愛去甲做就好，唔也得是笑啦。什麼你暗自寫，愛説你講排泄，寫應該最馬好，有禮貌你安我，愛你聽數很慘慘，最高
用方从来认真听我，莫说有莫叫，对山龙风不出来，传一种通作。爱弟，嘿唔嘿？啥个？我有喊你讲哦。错。爱上应该嘿，大批了，爱出去你嘞。纯错嘞。俺不俺强哦。阿师妹，咦，阿哥，爱弟啊啦。哎，三条带，按着快，看到你是暗暗拜呀暗拜。阿哥，拜，唔拜嘛嘅喏。哦，基本嘅客家人万福嘅日嚟啦，阿公哦，突然來去拜白公。阿哥，乜嘅係萬福喏？哦，客家人啊，在年頭愛祈福，做得講哦，保佑啊，祈求神明哦，保佑大家大世平安，有喜就有萬，做得講係。歲安陽歲年頭，19字愛拜書條啦。啊，係呐。阿公，希望我愛帶東西過神明什麼？哦喲，你看錢哦，阿公啊，要準備3聲4個金香炮竹來搭車神明。哦，愛弟咧。阿水妹，來去哦。當來了。來，有按到按好食嘅東西，先來去北港下空氣咯。好啊。阿水妹，個北公下多咯，聽起3聲4個，來燒香拜北公，北公。阿哥，你來按澳洲，來聽說好嗎？好啊。北公，冇吃嘅，冇吃我。咦，阿哥，北港食東西要來點水果片？哪有那種事情哦？我來看看啊！阿妹哎，出來！哦，是冇命嘞，我也發現嘞。哎呦，那個三條的啊，拜北公的東西是咁挑哪來吃的？莫打是冇精神啊，是不是挑一來？喊我喲，真嘅是我一片。啊！當然啊！哎，拜嘅哦是一胎了，莫打咩咁樣冇精神。啊！阿妹我有。喺你讀書哦，是白嘴白皮哦，安慰教。啊！救命啊！阿你爸唔講嘞。好啦，你那邊哦做菜哦，乃是原諒你那得啦。不過北公司唔知有戰神愛那種做飯哦，想看那是。啊好啦，愛哦是來跌身高看那是啦。來，大家同阿啱嘛。良辰吉日來萬福，樂論太歲拜北公，歲歲愛念歲年頭。北公，笑容容啊，笑容。有。北公，三神嘞！哎呦，嘿那身高是年齡太大啦。團友莫團吃莫團愛家路。歲歲愛念歲年頭，19字愛拜書條。發揚客家文化，傳承客家精神。大家向下來打拼，按自己，生來了。書啊，來買書啊！香我買香一點香。書啊，買書一點書。你係娘人哦，愛弟呀買香。你啥條條的代表很粗，你係哪個意思哈？愛是買書，愛就很粗。哪個意思？哈，
唔得，随便好还是疯还是开心诶。哎，名字那个就是随便讲讲，哈你爸按认真做哦。啊，按叫伊来，你出发生日唔系无乜介好啊？我卖他，根本你卖。来买醋，大家来买呀嘅醋，买准去一看真系醋，做下做菜还爱醋，醋哦，醋哦，来买醋哦，香哦，买香一点香，醋哦，买醋一点醋，你很娘人哦，爱迪亚买香。你在条条的隔壁很粗，你很嘛个意思哈？爱是卖醋，爱就会很醋。嘛个意思？挑夫哦，有人爱买挑夫吗？买海的，上色的哟，有买就有送哦。面啊，有人爱买面吗？买开面，上色面啊。挑夫哦，面啊！哎，请问呀，你买个么呀？莫迪呀，刚刚擦擦拿。哎，奇怪哟，你买你个挑夫，爱买爱个面，大家酱水莫夹，口巴水拿。哼，岂有此理！哼，没水你就有拿。我吵嘞，唔好我吵嘞。唐爱讲啊。唔好我吵嘞，我吵中我生理好做嘞，莫欠嘞，给卖吃诶，卖出啦。哦，讲唔错嘞，也大是爱讲吃，阿妹爱哦，爱讲吃哦，嘿呐，给卖用嘅，嘿啦，唔忙真嘿哟，忙前那都鸟筒就叉滚，莫搞清楚就啲个太细啥。哦，谁哦？跟卖挑夫诶，你爱挑夫生理好无？拜托得人拿，用脚趾头上出地，卖人爱买面挑夫呢？哼，爱娘哦，爱给卖面诶，嘿啦，莫讲面，爱讲面线。哦，爱啲咧。嘿呐，好嘞，莫骗，唔好贪运快，人生啊，唱快乐，有高也有大呐，拜托唔了讲，做生意啊，爱欢喜，按用生意才会见做见开，他一般买房才会叫来，你莫。哦，爱啲咧。什么树口自高，暗自塞，从哪爱你就抽嘞。开年唱高声，你哋讲客家，从西北讲客家话，开嘅
唔多。哎，怎么长差唔多啊？哎，奇怪哦。嘿嘿。哈，做对哦。啊，李王姑，你怎唔当眼睛啊？你有要调死人家面讲？迄田公爱硬咧调死家，财主把个太重度动刀，因为偏偏来调死人家。一命里只有八角米，做唔得本日进满身。马啥讲嘅？田公，为到马街？你问田公去。田公存哪位？田公存哪位？我变749条河，我K99把自己抄3，天空出吹时天。好，今日出落去时天问田公。落去。客山高水动多呢，冇事。爱做做本你是。下伯，你要怎么干？到处公安兵力只有8分米公米，米公难及万公米。俺我去时田枪门田公，抓黑马给脱离。去时田东燕啊，嘿，这样去看有样。总得，俺决心要去。你都去。俺对。孙沙班同你问一件事，俺妹今年18岁，还会开窍，摸摸天公，你要不要按用品呢？俺听同你们。来就去。俺已经变了9984错单，过了978条河，一村要从天河门过来。3次没受过去。接到嘞，李王姑，以后的过河求天公。对啊，你用点啊个名啊？但因为求天公，我主公一让你只有8分米公米，你讲难及万公米，我去时田cham问天公，俩黑哪个处理？错么？错啊。孙沙拜托你问一件事，俺随了亚比修炼5000年，还忙16，问问天公，俩黑哪个处理？俺听同你们。啊，天顶到嘞！哈，你问过我弟，我就问来，我们这件事情要配的事情。俺们这个事，俺们骗你的事。我这件事情做唔得，我骗你的事情。好，俺就要骗你的事，做唔得唔信用。什么天公？什么天公？喂，李王姑，你转来啦？俺刚好你们该吃，我来吧。俺们呢？俺有办法呢，谢了呢。天公讲，十方大殿去房租。去房租。去水租。谢谢这个性命，看不了太师，不能顺流。龙眼老奶莫要铁公，就说你了。走来去。阿爸，你转来的。你拜托俺是俺们的。今日这个莫会交给你咯。总得，伊看到这个老公怎会讲法嘞？系啊，同学结婚了你就讲法啦。总得，嘿，强苦你，总得做你的小龙啊。伊有神性，有志气，又能吃又能夹，爱情答应你，一定要老婆会嫁给你，原本你就会哄你，就该知道。
大家安子些。菜高雄有错半条山，山猪枪的本人不摕一般的用的，露出光芒，去杀头公来看。有关野错山，以前有个古老的传说，来神仙来做以前。来上我前一集，我谈是经验，原本来做考试的，不过爱用的。后来我有一个方法。有时候神仙变做一个卖手表的老人家。来，叫我买好吃的手表。老先生，有啲手表你会买？一扎一个月，两扎两个月，三扎5000。真钱5000啊！冇错。本来3只手表。是还没有买3只手表。3只手表5000个小时，当家煮菜都几十寸呢。莫急救，罗先生喺太太面前就讲点黏黏嘅人咯。这个懂了不呢？虽然无人花钱来买手表，不过老先生还是当日都要买手表。嗰几年有个后生的，我阿着来买手表。罗先生，我爱买手表。一扎一个月，两扎两个月，三扎5000，罗先生，我爱买1只手表就好诶，也系一个原本。谢谢。我一年还有来买手表呢。哎呀，你总还会花钱去买手表嘞？老人家做手表已经动辛苦诶，用本去做都无赚钱呢，无对无？哦，安尼哦。对呀。周先生。原来唔系咋，神仙变嘅罗先生哦。要是村里人看到，要是规庄的人看到呀，山的本人是都存到一半，我变到来咩冇办法的。也只故事做喺老人太家讲，好
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坏报。人莫好嘅就出人，人幸福就三个秋，安子嘞。随便哄孩子哄孩子开心哎。哎，女子，那个不是随便讲讲，喊你爸按认真做哦。啊，按叫以来，你插副生意唔系无乜介好啊。我卖插，根本你卖插副，如果一开片菜园，里面有把你弄走，不少就摘一些赚来。哎呦，这一时转来，安尼咁做的。你卖错按到是哪迄说你的啦？啊，迄无唔错啦，唔系眼看讲无乜介多东，也系本主你发现用较实咯。阿妹，你是不是担心他平爱靠阿爸送下去？阿妹是老母后生，我都唔知爱用板同阿爸讲，起个按手，起个按头，阿爸在这阿明我都一开始一开始考验面前，你搞在阿明都我会重点，阿爸你去考验的，当上讲你妈也清楚。阿爸，阿爸，有你在看你哦。阿爸喊到他，我被输给了，再来叫出来，真正那也工作错了。体验共好，共良心。阿爸是英雄，让我看到半山的哦。喂，阿明哥，你是讲用你来？阿爸，你叫那当起来看看，嘿，你讲，你搞起来看。阿明不给个地方，两下都在做菜的阿爸，你规则你弄得嘞，就拿搞起来看看你讲，咱从自家在行，咱说起阿明的一样，两天天那里的市场，把自己那五位都成那种嘞。哎，阿明哥，你赚了。好。阿爸，你讲，错错。
少的啦。你就按用动机关的，你就拄迄哪个好朋友啊？看，来都去学教。伊咩迄哪个好朋友？大家坐好了。最近 H1 太厉害，哥 H1 安外係哪個東西？這得是嘛 ？H1 哦，愛多注意啦，注意嘛噶，哎呦，空起來要安全誒。哈！
都是哪个好朋友啊？看，我就继续搞。你们是哪个好朋友？你老妈喊喊好错唔错？哦，你就按用，哪都唔知用干啥嘞？我就继续搞出错来啦。陪陪你老弟干叫来，本来到嘞。李小文，你欠高分嘞！哎呦，你有样反省哦，哪个母猪乖乖的？你看，都是你啦。哎，你去天空中心。哼。好啦。好，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时候。那南区的，我想6个奖项，我们都邀请叶春梅叶校长来帮我们颁奖，好不好？南区第6名，东兴国小。南区第5名，私立中山国小。南区第4名，修德国小。
第3名，明湖国小。南区第2名，光复国小。好，恭喜光复国小！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第1名古亭国小上台领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宣布北区亲子话剧比赛的成绩。第6名，雨生国小。北区第5名，明德国小。第4名，士林国小。宣布北区第3名，华江国小。好，接下来北区剩下2所学校，一所市交大附小，一所大理国小，所以在这边先宣布第2名，先向我敬爱的学长说一声承让了，第2名市交大附小。好，恭喜市交大附小，北区第1名大理国小。
好，恭喜大理，也谢谢古教授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南北两区的亲子话剧比赛到这边正式告一个段落。我想要借大家的手，给我们大理团队，如果你觉得服务还周到的话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再一次代表大理国小感谢所有参与的学校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让我们的客语亲子话剧比赛能够每年持续的办理。我们希望明年在大理国小大家再相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今天的比赛就到此结束，请得奖队伍记得将领具送回奖品组领取礼券，谢谢大家。